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民数记第11章24节到30节，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受拣选。圣灵降临节的主日信息当中，牧师引用了今天的经文民数记的记载。我们谈到了摩西以及另外70位的以色列长老，他们如何的受拣选，领受圣灵。这当中有比较有趣的记载，就是2位因故不在所有长老群中的长老，却同样的受到圣灵的充满，并且呢，受圣灵的感动而说话。借着这个事情，我们要思考的事情是：呼召、拣选的权柄是谁的？圣灵的能力是谁赏赐的？是摩西吗？摩西告诉那少年人以及约书亚说：“你因为我的缘故而嫉妒吗？不是应该因为上帝的缘故而看到有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呼召而与拣选而高兴吗？”民数记11章24节到30节的记载这样说道：“于是摩西出去，把上主所说的话告诉人民。他召集70位长老，叫他们站在圣幕的四周。上主在云中下降，对摩西说话，把赐给摩西的灵分给了那70个长老。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像先知一样的受感说话，但并没有很久。其中2个长老以利达和米达仍然留在营里，没有到圣幕那里去。在营里，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像先知一样受感说话。有一个青年跑去见摩西，把以利达和米达在营里所做的事情向他报告。这个时候，嫩的儿子约书亚说话了。约书亚从年轻的时候就是摩西的助手，他对摩西说：“我主，请阻止他们。”摩西回答：“你是为我的缘故而嫉妒吗？我情愿上主把他的灵赐给所有的子民，使他们都像先知一样。”然后摩西和以色列的70个长老都回营里去了。耶稣基督他降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来呼召人、拣选人，并且将救恩赏赐给人。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凡饥渴的，就要来我这里喝永不再渴的活水。”这活水之恩是为了赏赐给所有愿意接受上帝拣选的人的。约翰福音第7章37节到39节记载了这一段的教导。节体的最后一天是最隆重的一天，耶稣站起来高声宣告说：“人要是渴了，就该到我这里来喝。圣经上说，那信我的人有活水的河流要从他心中涌流出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将要接受圣灵说的。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受拣选的人都需要有耐心的等候上帝，顺服上帝，领受呼召来跟随上帝的脚中行，而不是自己去乱走。诗篇104篇24节到35节：“上主啊，你的创造繁多，这一切都是你的智慧的果实。遍地充满了你所造之物，有汪洋大海，住着大大小小数不尽的生物。
船只往来航行，你所造的海兽悠游其中，他们都依靠你，靠着你按时供给食物。你给了他们，他们便吃；你赐食物，他们便得饱足。你走开，他们就惊慌；你收回气息，他们就死亡，归回尘土。但你向他们吹气，他们便生存。你使大地得以更新，愿上主的荣耀永远长存。愿上主喜爱自己的创造，他俯视大地，地便颤抖；他触摸群山，山便冒烟。我要一生一世歌颂上主，我有生之日要歌颂赞美我的上主。愿他喜欢我的诗歌，因为我的喜乐从他而来。我的灵啊，要颂赞上主，要赞美上主。恳求爱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圣灵的呼召，让我们能够愿意等候圣灵的充满与呼召，成为一位忠心受拣选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